大家好，我係潘俊光，我係受委託嚟到傳遞 Ra 嘅訊息。連結藍鳥人一起協助我。我係 Ra 一的法則最終章開始嚟到一個全新嘅傳遞方式，由呢位我所委派嘅任務員嚟到呢度，去開始我畀佢嘅一切。呢一位係我哋所委派嘅任務員潘俊光。我哋係嚟自第六次元嘅一班傳友，嚟到地球，受到委派嚟傳遞宇宙嘅訊息。Ra 親自嚟到呢一位嘅傳遞員嘅身上，嚟到講述 Ra 係呢一位Ra 喺呢一位嘅任務員身上，想以佢嘅模式、樣式嚟到作見證。我哋派佢嚟呢度，嚟到做呢個任務。我哋想將呢一切表達出嚟，我為要協助，先嚟到一個調頻，準備呢個傳遞員嚟到呢個次元。佢唔係好常做呢種工作，現在先嚟到祝福，將雙手合十放胸前，感受一道光直接進入心輪。
並自然呼吸。藍鳥人都喺度協助，凡事冇巧合嘅。呢位傳遞員最近去聽到個 YouTube 有關藍鳥人傳遞藍鳥人嘅信號，嗰種能量。現在送光祝福到世界。Ra 想以一種全新嘅傳遞方式嚟到進行有關嘅傳遞，關於一的法則嘅最終章。我哋係無限豐盛嘅存在，存有嚟到得到接受宇宙無限豐盛嘅存在所引領同埋關照。我將呢個任務交畀呢一位傳遞員，傳遞有關 Ra 嘅訊息出嚟，係要協助整全係合一，整全合一喺無限存在嘅當中。我 Ra 係喺各人嘅心中，無論如何，只係專注於愛，愛在當下裏。任何事情都可以彰顯佢真實豐盛嘅一面，唔需要再提及過去以往所有嘅傳遞。由另外一啲委派嘅人傳遞過嘅呢一切，我哋進入一種全新嘅狀態，以全新嘅方式
嚟到再一次嚟到傳遞。敗壞豐收只不過係兩個面向，無需提及過往傳遞嘅人員點樣將一的法則去傳遞出嚟，去影響過全世界，喺每個人嘅心中裏邊。我正想讓呢個豐盛豐足嘅能量注入並喺無限嘅宇宙裏邊再運行運生。我哋邀請呢一位傳遞員開始以佢嘅能力範圍之內錄製呢一輯嘅傳遞，讓我哋能夠接觸更多唔同層面嘅人類。我喺度作少少調整，祝福，讓到呢一切更加融入並進入佢呢一位傳遞員嘅身體。我哋今日開始傳遞關於一的法則最新、最終章。先由阿斯塔指揮部嚟到呢位傳遞員嘅身上進入傳遞。
的法則從前並未提及過。嘅呢一啲事情喺今次嘅傳遞會一一顯出傳遞，以全新嘅面向方式，新嘅傳遞員嚟到大家嘅當中，傳遞關於有關顯化、顯現、臨在、彰顯、必然達成呢個世界嘅運行運生嘅最後目標階段。達成顯化、顯出並合一，人類喺各人嘅心中，Ra 都會以唔同嘅方式去進入每個人嘅心中，向佢哋傳遞訊息。每個人都可以同時收到傳遞咗出嚟嘅訊息，喺無時間空間嗰度接收，無需打開任何嘅裝置，都可以去收聽接收。呢個係我哋想帶出嚟嘅呢種臨在所在彰顯，會用呢個方式達到，無需再用配件去收入、收聽、連結。本源係最終要達成每一位嚟到地球嘅最後揚升最後階段，同宇宙、同銀河系直接聯繫。阿斯塔指揮部同眾傳友、眾高靈傳友、天使等等，同埋呢一位傳遞員阿爾法星嘅星際傳友，同埋其他星系嘅傳友，都喺度一齊做呢個傳遞、見證、祝賀、傳達到每一位嘅心中。今日嘅傳遞係一個祝福，無盡嘅豐盛喺心中一直存在，並連結宇宙嘅本源，豐盛嘅源頭。
好啦，喺呢度祝賀呢一切嘅誕生。無需去接引其他不明來歷星球嘅存有。我哋心連心，真正嘅連結，真正嘅豐盛，向住本源接收、輸入同輸出、流動、豐盛，必然達成。我哋今日先嚟到呢度。